继续来看苗栗台13线东螺甲三义交界的所在，昨暝晚12点外发生着死亡车祸，3个男大学生骑2台机车要送其中一个同学返去学校，结果2个人相载的迄台机车不明的原因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，2个拢飞出去，当场死亡。讲这3个大学生拢是台中人，是高中的同学，国庆日烧酒佚佗，应该是对这个山区的路况无熟。才会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！路边一只奥多麦耍长甲真厉害，会使讲是完全毁掉边啊，拢是破碎车壳，甚至有安全帽啊！昨暗时12点外，台13线上北方向苗栗东路甲三义的交界，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。事故地点前的监视器翕到3个大学生骑车，相载2个同学骑伫上头前，速度看起来无紧。另外一个缀伫咧后壁。县管、县长、县长3个大学生骑2只奥多麦要送县长的，返去到苗栗的宿舍，煞伫咧途中相载。这只奥多麦原因不明，家己弄到电火条，车顶2个县管甲县长的当场放海甲路边的草布。救护车紧急到场，紧甲2个大学生刷到软桥顶送去哩救护车，不过经过病院抢救，2个大学生原来是救袂活。同行友人2车3人由外地前来，疑似对路况不熟，不慎自撞电线杆肇事。穿高中制服下领大，当时坐伫咧机车后座长是大学生，伫咧社群顶有真侪校园内的记忆。因3个人拢是台中人，因伫咧丰原读同一间高中，感情真好。毕业了后，县管甲县长拢是读台中逢甲大学，县长的是读苗栗联合大学。国庆即天，3个人烧酒出去佚佗，返去宿舍的途中却发生死亡车祸，2个同学就安尼无命。警方初判，骑车的管线大学生敢若对路无熟，才会来弄电火条。不过山区的道路拢无监视器，真正弄到的原因，阁需要查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